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座位，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你知道我最深的一面，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但你从不顶嘴，满有怜悯和恩惠，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我追想你过往的座位，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神啊，求你留心听，父啊，我向你呼求，医治我里面的破碎，当我的心发昏，领我到更高之地，使我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依靠你的慈爱，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容我到你圣所，瞻仰你荣耀能力，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切，但你从不平安，让你真好。热情一点好不好？一个礼拜就这个时候见面哦，哈，好，一起来出声吟诗，我们大声的来对上帝来唱歌哦。出声吟诗来叫张信仰，也去相求感谢主你的听，我主耶稣那求你充满我，予我嘴唇放好路无线，来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路敬拜你圣名，来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路敬拜你圣哦，咱等下哦，咱的唱歌吼不够热情哦，咱今日要敬拜上帝吼，咱唱歌较大声，较热情诶，安尼好唔好？无，安尼好唔好？好安尼看你哦，来哦，来拍手好不好？哈利路亚，出声吟诗安尼就好哦。来称赞主圣名，也去相求感谢主你的听，我主耶稣那求你充满我，予我嘴唇放好路咱举手，咱的手好不好？来举手，来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路敬拜你圣名，来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路敬拜来吟哈利路亚，继续来。来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路敬拜你圣名，来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路敬拜你圣名。阿门。我们要哈利路亚来赞美我们的神哦，哈。好，继续哦，咱要来读上帝的话哦。第一历代志下卷6章40节，咱开声做伙来念来。我的上帝啊，那求你开目睭看，耳康听伫遮所献的祈祷。阿门。历代志下卷6章40节哦，吼，咱要恳求上帝开目睭来看，耳康来听，咱即阵要所要献的祈祷哦。咱即阵首先咱要来感恩甲认罪悔改。咱知影咱的上帝是万主的主，道行基础，创造万物。咱的主是公义的主，是慈爱的主。咱要来感谢阿罗咱的主，继续，咱嘛要来认罪悔改。咱要悔改咱的咱伫即礼拜，咱是毋是有做做得罪上帝的代志，还是咱伫个目睭看会着看袂着的所在，咱是毋是有得罪上帝，还是咱的心思意念无甲上帝敬畏上帝的心摆第一位吼？咱即阵开声来感谢阿罗嘛，来认罪悔改，来请。请我被上帝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来掌管，求主你来赦免我过去所犯的一切无合主的心意，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来伫遮来称赞你，甲天公天使到底来欧罗来请候你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满有慈爱与信心的主，你的恩典天天扶持我们。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给你，主啊！当我们站在你的面前，也诚实承认自己的软弱与过犯，在思想和言语和行为上，我们都没有活出你的心意。求你赦免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重新得力。感谢你的怜悯大过我们的罪，你的恩典天天都是新
的。愿我们以更新的生命敬拜你，跟随你，一生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让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来，万地天的杯，万你的名姓，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错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恋慕上主的城，到要分去。我的心神因我的上帝欢喜唱歌。这是咱来吟圣诗75首，圣诗75首，伫个周报第2页，吼，周报第2页，上帝圣经内面，请起立来吟全首。阮某嘛有啦，吼。一大人群主耶稣。
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万权的主阿爸爸上帝，我们要感谢俄罗你的名，你是值得尊重、俄罗佮真实的主上帝。宇宙万物拢是对你所创造，你互地球照时运转，你想使台湾有四季的变化，互阮住伫遮会当领受无同的景色。我们感谢俄罗你。感谢主上帝伫400年前就差遣宣教师，将福音的种子压伫台湾。虽然中间有长200多年，毋过伫1865年开始，你阁差遣宣教师为南部甲北部重新甲福音传入台湾。阁透过济宣教师甲不计其数的属灵前辈，同心的拍拼，互福音传遍伫全台湾。互阮有即个福分，会当成做你的儿女，阮献上满心的感谢。恳求主，爸上帝，你互阮每一个，拢会记得因水的脚业，继续努力来为主做工，广传福音，互福音代代生传伫台湾。爸上帝，你知，为旧年到即马，台湾的政治人物。其中嘛包括主你的儿女，做出济无公义的事，互台湾武甲乱糟糟。直到台湾的脚步，毋若无进步，反倒转是倒退。阮嘛为着这来献上济祈祷，毋过也未看见任何的改变。主上帝，你要互即款的情形到什么时阵啊？主，你教示阮讲，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的。恳求主怜悯赦免阮的软弱，赏赐阮智慧来明白，除了继续祈祷以外，阮阁会当做啥物代志来回应主你的教示。恳求主你来引带帮助阮行往主你的位置，来跟对主来行。嘛，互阮伫这中间时时来警醒。无限力将主当作神灯来采用的含气。爸上帝，阮也将每年教会大大小小事工，拢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里。恳求天父上帝纪念牧师、正当讲会友的调拔，保守互所有的事工，拢会当为着福音的角度来广阔，互兄弟灵命成长，来帮助阮时时记条。对主起头的疼心，嘛恳求主上帝，互每一位兄弟伫读经、祈祷、写灵修笔记中间，甲主相拄，经历主圣神的管握，时常出声来见证主的大奇妙。恳求上帝，你来保守今仔日所有的会议，无论好会、协会、志工的大会等等。一切拢顺利，主你圣神甲阮同在。愿安尼祈祷，拢是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是要来交托启文，启文第30篇，就是诗篇121篇，诗篇121篇。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倒位来？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主，伊袂互你绊倒。你的保护者袂拄眠，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嘛袂困去。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伊伫你的身边做应允地保守你，你是日头袂伤你，暝是月嘛袂害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伊会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即时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所献的诗歌是恬静敬圣。
只是要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申命记30章11节到14节，11节到14节。11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毋是恁做袂到的，离恁嘛无远。毋是伫天顶，恁毋免讲，毋免问讲，啥人会当为着咱去天顶，将即个假释带落来，互咱听见来实行。嘛毋是伫海迄边，恁毋免问讲，啥人会当为着咱过海，将即个假释带来，互咱听见来实行。即个诫命离恁真近，是伫恁喙内，伫恁的心中，互恁会当实行。以上，只是要请本堂陈碧志牧师来讲道，所讲题目是爱神的人生，爱上帝的人生。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带领阮经过平安的一礼拜，也感谢你带领阮来经过伫2025年。嘉南教会设教60周年的庆典，甲欢喜。阮也伫寒冷的天气中间，阮来到伫教会做伙要来敬拜你。今日也是一年一届定期会员好会，通过阮伫这个所在的组织，帮助阮会当更较明白了解教会大细细的这个事工，也互阮每一个会友会员，拢会当来尽职。会当来互助力的教会得到利益甲帮助，主啊，也求你透过今天你的宝贵的话语，再一次祝福我们，使我们听了都能够明白，并且乐意来遵行。在你面前献上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平安，新年恭喜！先甲你隔壁人甲伊握手讲，真欢喜看到你。你握手的，他的手是冰的，请举手。拄则我握手吼，迄有诶手真正足冰诶吼，若手足冰诶时阵要安怎？较大力的2只手握一握这样子。天气寒冷但是感谢上帝看顾保守，让我们都能够平安的来教会，来这边敬拜神咱真紧就要来过年，而且咱今日是一年一度的这个会员好会咱伫这个和会的报告是每年的例行公事，但是通过和会的报告呢，让我们能够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方式来知道教会过去1年所做的事情，然后给我们花了多少的钱，也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知道我们接下来这1年教会所要进行的事工。所以和会是每个会员来认识了解教会最好的方式。咱每一届开中级会差不多都要2点钟，而且那是只有做2个月的事工报告。但是和会一次要做1年的事工的报告，还有隔1年的事工计划，要花多久的时间？4个小时哇！我们大概只能用40分钟40分钟。所以我们都尽量能够把这样的时间能够集中，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和会手册提早印给大家，让大家会当先早登去来看。咱伫今年的和会也真特别，因为咱伫今年我来先问大家，你厝内底有这本的，请举手一下。有这本的请举手。这本是迦南教会社教20周年，20周年那这个是我们20周年的纪念特刊。那里面的编辑委员呢有陈连传、康文成、詹俊玉、邱瑜嫩、张鹏辉、庄凯安、陈如山，这几位40年前编的。你厝有这本的请举手。30周年迦南教会30周年，编辑委员呢辜哲甫、康文成、严淑文、庄凯安、洪延成、洪承彦、蔡荣辉，但是呢，摄影都一样都有陈立煌，这本嘛有，30周年，这一本呢，家里有这本的请举手，40周年，我来念一下编辑委员陈慧总编辑是赖香林，陈慧娜、谢松郎、林文赞、吴慧玲，校稿有庄凯安、陈淑清、陈瑞君、徐婉伦，美编高志尊。那我们这是20、30、40，我们50周年呢，
咱无做出来，好，所以咱今年今仔日会当摕到这本的上新的60周年，好，我嘛甲这的编辑委员甲因鼓励一下，好，这个张富春、蒋成模、陈玉新、张木轩、李章玉好，咱这是老高美甲咱印出来，好，咱先拍波来甲因感谢。为什么不能现在拿？好，那今嘛分的时阵大家就没有人要听讲道，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在会员合会结束之后，去49号拿包子拿包子，顺便拿这个一家一本一户一本，所以将来让炸灯可以慢慢看，因为教会花了30几万做这本要花30几万，值不值得？因为这把我们从40周年到60周年20年来的教会的点滴大概只有1%能够放在这里面，但是呢，就是让咱会当有一个纪念，嘛让咱会当从过去来看未来。2026年已经开始，总是咱真期待伫好会会当看到咱教会有新的事工、新的计划，也是咱真期待伫过年的中间，咱准备要过年但是呢，过年新年新希望，新的一年咱都在追求什么呢？有的人你只希望在新的一年更成功的，请举手。希望在新的一年更成功，请举手，好，手请放。希望在新的一年更健康的身体我要用，请举手。更较侪人举手，好，请放。你希望在新的一年更蒙福的，请举手。好，大家都举手了，感谢主。好，那你希望在新的一年更加爱上帝的，请举手。好，太好了。好，跟你旁边说，你的愿望都会达成。为什么要把爱上帝放在最后呢？如果我们又成功、又健康、又蒙福，但是不认识神、不爱神，这样我们的成功、健康、蒙福呢？只能够造就自己。但是上帝要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使万人因你蒙福好，所以跟你旁边说，万人要因你蒙福。所以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新的一年，咱要安怎来活出一个听上帝的人生。伫今年，咱感谢上帝，互咱读到这个生命记，生命记。生命记我们今天已经读到28章，28章是我生命记里面上喜欢的一章。因为呢，里面把上帝真的是讲重点跟精华。因为他把生死祸福，把这样的祝福呢，都排列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咱要安怎来听上帝？牧师哥做一个很快的回顾，就是头一项有3支锁匙。头一支叫做希伯来文叫做 levav， 就是安怎尽心；第2支锁匙叫做 nefesh， 叫做尽性，就是你的本性、你的性命。第3叫做 me'od， 就是爱安怎尽力。这3支的锁匙，尽心、尽性、尽力，请大家个复习一解。尽心、尽性、尽力，这3把的钥匙，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爱神的人生。咱若听上帝，安尼咱会更较成功、更较健康、更较得到上帝的福气。但是听上帝的人生，咱爱了解，不是靠人的努力去抓到上帝。有没有玩过猫抓老鼠？迄个鸟鼠伫头前在走，鸟呢伫后壁在掠。上帝是不是亲像鸟鼠伫头前在走，你爱伫后壁一直去掠？还是要抓这个红绿灯或鬼抓人？爱神的人生呢，不是靠人的努力去抓住神。伫罗马书第10章第60到第70，就是对今日这段生命记30章说出来，咱做伙来读，用台语来读。毋过关系对神情义，圣经有安尼讲，你唔通先来讲，啥物人会爬上天，就是讲啥物人会将基督带落来，嘛唔通讲。啥物人会落去亲恩，就是讲啥物人会将基督对死人中带起来。在这段圣经里面讲，要去抓住神，不用飞天遁地，你唔免爬上天，嘛唔免落去到伫亲恩。甲你隔壁讲，抓到上帝，唔免飞天唱地；抓到上帝，唔免飞天唱地。咱伫教会旧年，咱有去到伫德国。咱伫以前40周年时，佫去耶路撒冷。咱的教会有去个圣地，也是去土耳其。
但是不是要去找上帝，好，有的教会去韩国、去祷告山、去新加坡，好，想要去遇见神。但是不管是旧约的申命记，还是新约的罗马书，讲上帝不是伫天顶，嘛不是伫青恩伫海底。好，这个立皇兄哈就搞唱水的，好，他很喜欢潜水啊。好，这个上帝呢，好，伊不是只有伫天顶对，伫海底。好，上帝伫什么所在呢？好，听上帝，好，不是好需要这个18般武艺啊。咱伫现主时的这个社会，好，是咱的观念中间，有的基督徒认为说，我一定要做个更好，上帝才会听我。我一定要更热心，更较早来教会，一定爱做出什么款的表现，上帝才会祝福我。我一定爱更较虔诚，爱更较属灵，安尼上帝才会赐我健康。很多时候我们不成功、不健康、不祝福的、没有蒙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是不是我做的怎样不够？你是不是做越多就会越蒙福？好，请跟你旁边说不一定。好，你要蒙福的关键，好是要用信心。信心相信什么呢？相信基督已经成就一切。好，请说一次，基督已经成就一切。你会更蒙福，你会更成功，你会更健康，是因为你相信基督已经成就一切。成就什么呢？耶稣已经为着我的罪来定死伫十字架，耶稣已经救我的性命，所以我已经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我已经从那个罪恶黑暗当中已经得释放。第二，爱神，好，在今天并非远在天边啊。申命记的30章11节到13节，好，咱赶快用台语做伙来读。我今仔日所面临恁的改变，毋是恁做袂到的，离恁嘛无远，毋是伫天顶，恁毋免问讲，啥人会当为着咱去天顶，将这个假释带落来？互咱听见来实行，嘛毋是伫海的迄边，你毋免问讲，啥人会当为着咱过海，将这个假释带来，互咱听见来实行。好，等下，好，上帝讲咱若要听伊，好，我们不用飞天遁地，好，也不是好要到天涯海角，好，才会当去听上帝。上帝讲，咱要听伊，就是伊今仔日所予咱的改变。所以申命记，上帝讲今仔日，好，在申命记当中，好出现40多次。好，我今日，意思是讲每一天，好，我们只要愿意读上帝的话，今仔日上帝伊就要赐福予咱。阿门。咱若今仔日，好，咱来听上帝话，今天我们就要蒙福。阿门。今天我们若听上帝的话，今天我们就会更健康。阿门。好，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所以我们不用好，你一定要表现得更好，要更加的热心，而是你听上帝的话，来到上帝的面前。过年这边搞啊，好，我们下个礼拜好就开始要放春节好连续假日，好，今年过年好比较晚啊，比较晚，所以呢，你要担心的不是过年要做什么。你要担心的是什么？过完年后，你是不是能够恢复最佳状态？因为大家都会过年讲要好好轻松一下，过年我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是呢，我们过完年后，2月22号，我们那一天呢就要开始来共读。好，我们就要从去年的9月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共读，所以我们把共读排在过完年后的下一个主日，2月20号，还有2个礼拜，就是让我们提醒我们大家，我们要先做好预备，爱心准备啊。好，如果我们没有先预备呢，我们过完年之后大家都想怎样？休息呀。好，过完年之后，本来过年前是我过年要好好休息，结果过年期间呢没有休息，那我过完年后再来怎样？好好休息。好，你在这一年都已经过完年后都快要3月份，好，今年就被过1/6过去了，啊，你还在想在休息，啊，我们是要能够把上帝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上帝说，这道离你不远，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一定要跑到很远，要做很多，或是我们一定要完成什么，我们才能够更蒙福、更健康、更成功，不是。
而是我们要提早来准备。牧师在这个开这个牧养座谈会的时候，有跟我们的牧养同工来分享啊，说每一天呢要读圣经，要写灵修笔记呢，好，其实是非常的忙啊，好，因为这好像礼拜天牧师在讲道一样啊，一天一礼拜，一天在过就紧的，好，但是牧师也跟同工分享一个小秘诀，好，就是呢，牧师都会先掏假包，什么叫掏假包？我都会先把下一礼拜的金句啊，好，先读完，好，然后就先写，哪一天比较有时间呢？我就会先写，所以像我现在已经写到约翰福音了，啊，约翰福音哈，因为约翰福音牧师要带金句，所以我已经写到3月3号，啊，今天写到3月3号，好，就是说你怕自己的时间如果不够，好，你也可以先预备。同样的，我要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只有想到过年而已，你要想到是过年以后，在过完年之后，你要怎么样是最佳的状态？你要怎么样在过完年后？你是一个最佳的状况，好，去开始迎接新的工作、新的开学、新的学习、新的服事，所以这是我不断在训练自己。不是说过年我就要全部放空放松，过完年后再继续放空，又继续放松，那你就越落越多，这到你离不远。所以上帝给咱讲，我们要听上帝，你不一定要爬山，好。要潜水，你只要把上帝的话搬出来，好好的读再读。所以通常我们是一天都读一次，好，但是因为我先提前写，我就提前读，当天再读，好，然后呢隔天要写这个今日毕的时候呢，又再读，好，所以一段经文可以至少读2次到3次以上。所以在新春当中，好，牧师鼓励大家提早准备。好，在新春当中，好，提早规划，好，不管我相信有的人，好，他已经规划好啊，要出国的，要去哪里的，要去哪里，好，但是计划赶不上计划赶不上变化，好，有时候呢，好，天气啊，但是这些变化，好，也都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最后，爱神呢，好，是今年近在眼前的选择，好，请跟你旁边说，爱神是今年近在眼前的选择。我们一起来读好《申命记》30章14节，请。这个诫命离恁真近，是伫恁的嘴内，伫恁的心中，互恁会当实行。这个爱听上帝，不是真的你要去做很多好1年的和会手册的报告，或是呢60年的这个特刊，全部都做完，我就听上帝。伫你的嘴内，伫恁的心中。所以听上帝伫什么所在？伫咱的嘴，搁有咧，伫咱的心内，就是通过咱的嘴甲咱的心，会当来表达咱对上帝的听。同款的圣经，好，罗马人书，好，10章80到10节，好，我们请静豪来读，好，因为你的麦克风比我还大声。有吗？听得到吗？有，很清楚。OK， 好。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上帝话甲你真近，伫你的嘴内，伫你的心内，这就是阮所宣扬的信息。你若用嘴宣言耶稣是主，信上帝有互伊对世人中国话就会得救，因为人信就得称义，嘴宣言就得救。谢谢。罗马人书好，甲申命记好，黄色的地方把它标出来，就是讲咱真正听上帝。保罗伫罗马人书，互咱一个结论，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好，请大家说一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当我们的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就必称义啊！所以咱的听上帝，爱对咱的嘴。对咱的心要不断的做出选择，选择什么呢？选择上帝的生命就在今天哦。所以我们的嘴巴是不是表现出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的心是不是相信耶稣已经救我，使我蒙福，使我健康，使我成功，而不是我必须要去做什么或是追求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请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选择生命就在今日，
选择生命就在今日。好，所以新的一年，因为下礼拜我们有一个传播基金会要来请安报告，所以牧师没有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但是牧师提早2个礼拜，跟大家一起来祝贺新年，就是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够得到上帝的爱，得到上帝的蒙福。这3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就是在你的心里，你的心是不是在新的一年重新归向，愿意重新归向神？愿意的请说阿们。在我们的小组分享里面，思考里面说，今年你最在意什么事情？新的一当，你上惊失去什么代志？在今年你最期待什么？在过去这个礼拜，我的岳父去挂急诊，挂急诊住院，然后呢，住院医生说有危险，甚至差一点就要气枪。那天晚上呢，真的是非常的担心，非常的不断的向上帝祷告，但是上帝也带领他经过这个危险期，危险期。那我很担心说，会不会在这一年当中，就看不到最爱的亲人？会不会在接下来这一年当中，就失去了什么？那我柯林，在这一年当中，你会有得到，有人准备要结婚，有人准备要怀孕生小孩，但是也有人准备要蒙主恩召。上帝给我们的生老病死，每一年都在不断的发生。但是天上帝就是在我们的心中让神做首位。所以跟你旁边说，天上帝和上帝坐在咱心内底的大位，天上帝和上帝坐在咱心内底的大位。第二，爱神，你要尽信，在你的口中。在新春中间，在过年中间，这个礼拜的祷告会当中，牧师也有分享生命记。为什么他们要在旷野40年？是因为他们的嘴巴不断在抱怨，他们的嘴巴不断在埋怨，所以因去看到那个橄榄堆，本来是一个老年甲蜜的堆，但是因看回来了后，讲那个是一个真恐怖的所在。然后在那边散布谣言说那边是一个巨人国，我们去就变成蚱蜢，去用打死。结果呢，他们在那个地窥探40天，被惩罚1天一天拄1年，因为旷野浪费40年。一个不精心埋怨、负面抱怨的话，结果给他的人生带来一个很大的牵绊，还有牵制。所以在新的一年，你若望上帝祝福你身体健康、事业成功，而且更加的蒙福。安尼，你的口中就要口里宣认，嘴就爱讲这个信心的话，唔通讲失志的话。所以咱来讲祝福的话，讲关心的话，但是唔通讲迄个埋怨的话，唔通讲迄个烦恼迄个负面的话。我们说的话要用造就人，要有建设。第三，就是咱的新的一年，咱来 make old 就是爱将上帝的话爱行出来，使你遵行。所以摩西说，上帝爱上帝这3把钥匙离你不远，在你心里，在你口中，使你可以行出来。所以咱在大大小小的代志中间，特别在家庭团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因为过度的兴奋，有时候会容易起口角，有时候会摩擦。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家人学习忍耐？我们可以花更多的爱心、耐心，尊重我们的家人，或是在你计划新春的期间，你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面记得要怎么样尽力、尽心、尽力来爱神。还有我们在新春当中，你可能会得到钱比较多，还是发出去钱比较多？好，发出去的比较多，那你就是施比受怎样更有福了，阿们。好，所以呢，你不要想说我在过年要拿更多，你可以想说我在过年怎么样可以给更多，施比受更有福。好，等一下我们会看这段的经文，说上帝说呢，你不用借给别人，后面12节，我们先读12节。上主要甲恁开天顶的宝库，照季节落雨，互恁的土地，互恁事事亨通。恁要祝福真多国，不过唔免互人少。上帝爱你，祝福你。如果你可以发更多的红包给人，然后代表你怎样
更蒙福。但是你没有办法发那么多红包，好，你也不要想说一直要去借钱，好，然后去发给别人，好，而是真的上帝有祝福你，因为这个福，申命记28章第20节讲，这个福气要丰丰富富临到你。华语说这些福气要临到你，后面还有一句话说要追随你，所以福气跟着你跑，你不用跟着福气跑啊。很多人好，为了很多的教会好都去福气教会学什么？幸福小组，为什么呢？想要更幸福，想要更多的人来教会成长，想要更多的人遇见耶稣。但是你不用追着福气跑，是福气怎样追随你，是福气临到你。所以真正的幸福就在生命记，真正的福气就在上帝的话。好，请跟你旁边说，真正的福气就在圣经里。所以听上帝好，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在我们的口里，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笔记当中。信用唔免亲像爬楼梯爬到天顶，信用唔免坐船啊坐到海边。信用好是神自己把这个门槛，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他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在每一天，让我们每一天有玛纳、有灵粮、有灵粮。而我们要用爱来回应，我们不用苦苦寻求，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世上；我们不用害怕死亡，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爱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我们要特别在年轻人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常常被手机吸引我们的心，被网络吸引我们的口，我们可能看了网络的节目，或是看了什么样的讯息，所以我们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不是讲上帝的话，咱在讲网络上面的，我们在讲我们政治上面的，我们在讲这个世界上面的话，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的诱惑，要小心这些的比较，要把我们的心放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因为福气要追随你，跟随你，不是你去效法这个世界，而是你的心意变化而更新，查验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主旨意，你才能够把主权、把人生、把上帝要给你的福气夺回在手中。所以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放下手机的时候，把你手机上面在滑的之前，你可以先让上帝的话安静下来，安静你的心。在新的一年，好，盼望我们都能够面对这样的挑战。同样的，好，这也是我在学习的。好，我感觉到，上帝好让我的这个岳父好在这个生病的时候非常的软弱，好，那也非常的虚弱的时候。人生到一个年纪，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你老啊，衰弱、无用感，对死亡上的恐惧。但是你要用你的口里面来祝福，就算你是躺在病床上面，你的嘴也要口里承认，你的心也要相信，因为只要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就必称义。上帝已经让你已经胜过这一切的担心惧怕。所以你可以领受的是真正的平安啊！所以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家，就在你的心，就在你每天的灵修笔记当中。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给自己一个学习，讲祝福的话，给自己安静的时间。特别过年中间有9天，这高纲好，我相信应该是比平常还要忙。但有的人可能这9天你可以好好的享受安静宁静。不论如何，9天结束之后，2月22号早上6点半，我们要开始来读约翰福音，一直读47天，读到复活节完。47天，我希望你都有预备好，这是一个短跑，我觉得还不是一个马拉松。马拉松是灵修笔记，你要从1月写到12月，47天，只是一个短跑。你怎么样在每一天可以分别为圣，来读上帝的话？因为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伫新的一年已经来到，阮也为着过去的一年，通过今仔日的好会，阮要来好好来听这的报告，也要伫今仔日的好会，要好好来知影教会伫今年的计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也透过你在1年的开始所带领我们读的生命记，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也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口、从我们的心来发出爱神、学习爱神的功课，遵行你的话，遵行你的道，
使这一切的福气临到我们，并且追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有福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位施比受更有福的上帝的儿女。我们这样子献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的圣诗188首，上帝圣经内面，请起立来吟全首。上帝圣经内面有一项极好妙，启示对主万民，就是主的荣耀，早是点最哈南，老北边南，看主因更显现，后来颁布予咱，该关注的救民，对大自然中感，耶主保守黎明，也敌一切困难，好是上帝圣经，出世的一世间，因罪咱的心境，通看天边灿烂，现是主的生活，在社会的活动，你主了的话，拯救世间情人。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给你，做你路引导之时，时刻明日献给主，归延跟你万年故。我的手爱你命令，为着我主做这样，我也为你献，双双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予你用，我喜好落主无停，我的嘴唇来救人，不断福音来救人。我的经文献给你，永存龙潭你旨意。我的在情你受诉，甘愿向你做旗鼓。阿门。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伫阮的人生慈爱信实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听，带领阮经过旷野，来到充满应允甲祝福的迦南地。阮经过60周年，
阮挖头看，每一步拢是稳定的记号。虽然中间有挑战、有艰难，但是主你时刻甲阮同在，带领阮勇敢向前行。阮要搁较坚心来倚靠，谦卑敬畏，向主所差标杆跑走，互福音讲传开阔主的国度。这时，阮诚心奉献主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正做圣工的路用，愿主欢喜干纳。阮安来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要来请田创如长老来做消息的报告。好，我们有来宾介绍，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吗？有单子吗？哦，没有单子，那就对，就没关系 OK。好，来，我们下一页，我们来报告。哦，刚刚牧师已经有说了，修棍棍的60周年特刊，等一下就会发，到哪里拿？到49号1楼哈。那是1人1本还是1户1本呢？每户1本。对，1户1本哦。那接着下来是我们今天的午餐是什么？包子是1户1个吗？1份。我们没那么小气啊，1人1份好不好哈？好，来下一个哦，又是一个大放送哦。我们教会要致赠我们什么？春联哦，每户1份哦，仍然在哪里领啊？49号领哦哈。好，我们就拿着春联过好新年哦。来2月15号领。到2月15号哦，大家注意一下。接着是我们小会的第2项报告，是3月8号是我们今年度的第2次的圣礼典。如果要受洗的，包含什么成人洗礼、坚信礼、信仰告白跟小儿洗礼，我们都在2月15日前向谁报名？哦，不要直接到干事室哦，好不好？找你的区长跟小组长来报名哈。那这边有个小小提醒哦，就是成人洗礼跟坚信礼的人需要怎样？完成基要真理课程，好吗？哈，好，来，再过来是我们的总务部的报告哦。那因为刚刚牧师有提到，2月15号跟2月22号都是碰到我们的年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爱餐人员也要休息，所以我们的爱餐就休息几周。啊，你不要因为没有爱餐就不来哈。好，再来自重要的报告，敬拜部门的报告就是祷告会签到。凡是你在周3，当然周3的祷告会是我们欢迎大家都踊跃来参加什么实体的啦哈，实体就是人要到现场来。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参加什么直播线上的，要直播的哦哈。那会友们，你们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有我们教会的 LINE 的官方的账号。要有这个东西，你需要有这个 APP 这个东，你需要有输入。但我都无，我袂晓要安那，找你的小组长，找你的区长，啊，你的区长甲小组长若袂晓，你要安那？都放回暖，不是？没有，我嘛不要讲台语啦哈，就是说你就要找那个会的人，好不好？你不要说我手机底下看人家哈，像李仁胜就要留意一下了哈。好，好，那你进入到赖的光帆，你已经有参加直播的时候，你就要进入写一个什么字？写5个字，怎么写？一副就是没有想要参加的那种声音，来大声的说5个字来。你要会输入这5个字，好不好？因为我们要做点名，这件事情很重要。这个礼拜3的祷告会是青年牧区的青2区的见证会，欢迎大家来上线上也来直播哈。好，来，我们装备课程来咯，太厉害了！今年的装备课程 A1、A2 在几号开始？3月10，你看安内刚才无想被胸口安内哈，3月14号，好不好？礼拜63月14号 ，A3 在哪里？3月16号，这牧师上的对不对？啊，好，这注意哦，你有上完 A2 的人赶紧跟上，要传福音就来要做装备哈。好，那我们的详细的报名内容要请看公布栏。我们每一个阶段要着收报名费多少钱？
很简单啦，300哈，就是一个意大利面的钱啦，很简单，好不好哈？要来报名。好，来妇女世界公祷日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因为世界公祷日已经在这是一个祷告运动，已经做了100年了哈。那我们欢迎不是只有姐妹啊，弟兄姐妹都欢迎参加。那因为我们是开始今年有妇女团契了，凡是你有缴妇女团契的年费，你又是迦南教会会籍的姐妹们，我们的报名费是150元，但是我们会补助100元。其实钱很少，但是就是鼓励我们的姐妹大家都来参加。那弟兄可不可以参加？弟兄 ，Hello， 你们还有在呼吸吗？有哈，弟兄也欢迎你们参加，就是缴150块钱就好。那150块钱你会拿到什么？手册，还有女生杂志，还有午餐，还有水果，是很划算的。请你要跟哪些姐妹报名啊？看得到吗？处于丽珠、美英、端荣哈，就是今天开始就可以报名，好不好？但是要请你先缴150元，我们后来才把补助款还你啊。好，我们看一段30秒的影片。今年我们是要为奈及利亚的国家祷告，在2023年的时候是为台湾祷告。库克群岛，对，去年是为库克群岛。好，欢迎大家都来参加，在哪里呀？对，我跟你讲，我们就在隔壁哦。我真希望迦南教会有100个人参加，好不好？这样多有面子。好，牧师，我们牧师俩会参加哦，哈。好，我们接着下来是我们的寿星，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好不好？好，我们请你们今天有在现场哦，你是2月份生日的，或是在我们周报上面第3页2月份生日的寿星们，请你站起来。好，有没有2月生日的寿星？好，请你站起来。那我们请你们来到台前哦，我们来致赠生日礼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唱生日快乐歌。先唱华语，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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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英语 Happy Birthday to， 还有没有2月生日的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寿星啊，志香长老，今日你生日哈？啊，请问今年贵庚？68。啊，68岁。然后我们为这些寿星们啊，还有为今天的寿星们，为他们掌声来鼓励鼓励。哎，阿哥阿丢姐啊，阿丢姐几岁啊？91岁啊，91岁啊。好，那今天呢，好不为这个寒流哈，也来做礼拜。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咱来亚去来为因来祝福哈。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日我们伫遮做伙来庆祝2月份生日，而且会受请。啊，阮也感谢你，互因会当来到伫阮的中间，也诚做阮的兄弟甲姊妹。搁较感谢主，有耶稣诚做因的救主。啊，无论因年轻，还是年纪大，啊，拢求上帝你来甲因看顾。特别照上帝，你今日互阮所读到的《申命记》28章所讲的，这一切福气，拢要来临到阮，互这福气来军队阮，互阮会当遵守主你的话，互阮所做代志，互阮的厝内底厝体，拢会当绿条兴旺，拢会当所办的事一切当亨通，有主你的恩典满满来军队阮。阮搁一摆来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伫阮的周报顶悬，遮生日甲徛伫台仔顶，伫阮中间遮兄弟姊妹，愿上帝你手术平安喜乐伫因的大人的心中。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祝福，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拍拍来感恩恭喜，生日快乐！好，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来台语一解，华语一解吼，台语先来。
我今仔日吩咐恁，就听上帝，恁的上帝，行伊的道路，依循伊的诫命，规个命令。上主，恁的上帝就会互恁伫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人口加天，得到福气。申命记30章36节。好，来华语来。如果你们遵行我今天所颁布上主你们的上帝给你们的诫命，爱他、顺服他、遵行他一切律诫命，你们就能成为繁荣的国家，在你们占有的土地上，上主要赐福给你们。申命记30章16节。刚好10点半哦，时间真准。好，咱今晚要来调开会员合会，好，我们希望在11点半呢，好可以来玩。